先生来这边。很多父母跟我一样，以为小朋友皮肤上有疹子，不断的抓痒，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我一开始真的是想不到，我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专注，容易分心、发脾气，甚至发展成过动、妥瑞氏症，竟然是因为过敏的缘故。如果回到当初，我若知道过敏的影响这么大，我会特别注意过敏警讯，立刻行动调整体质。很多人都问我是怎么发现过敏饮食习惯会影响过动症的，是因为我儿子天任是个过动儿，我因为爱他的关系，会留意所有他身上的细节，他一直以来有的疹子、皮肤瘙痒、鼻子不通、睡觉的时候张大嘴这些现象，才注意到过敏和过动症的关系。我之后投入10几年做研究，发现过敏、血清素偏低以及饮食不当的确会造成过动症。那么许多过动儿也有过敏体质。我儿子的成长过程很辛苦，若是当年我们就知道过敏控制的重要，及早发现过敏小征兆，处理过敏，改善体质，他的成长和学习就不会那么辛苦，也会减少我们父母所受的煎熬。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皮肤上的小红疹、泛红、瘙痒等偶尔发生或很快消退的过敏征兆，而没有立刻行动预防过敏。但其实家长关心的免疫力、生长发育、消化道健康，甚至是情绪问题及学习力，都会受过敏影响。要预防过敏，饮食是相当关键的一环，最好为宝宝哺育母乳。母乳不足或过敏体质，可以选用精准水解配方奶。而且妈妈本身从怀孕开始，也要避免摄取塑化剂、油炸等食品，才能维持宝宝的长远健康。胎儿从受孕到出生的1000天内，是奠定未来发展与健康的重要时期。孕妇的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与营养，都会影响宝宝成年后的疾病或健康。